9月就嚟開學咯喎，唔知讀飽嘅你係咪以下呢3種學生呢？第一種，升中5，中4嘅時候你好努力背㗎，問你啲 concept 其實你都識㗎，長題目你都寫滿㗎，但係次次寫滿都係得個1、2分。呢一類學生，中5常規課程見，我哋有系統咁樣拜 topic 清晒卷1嘅所有 concept 嘅同時，學長題目嘅答題框架、答題技巧。其實你落筆前已經可以知道每一分係點嚟，應該要寫啲乜，而再唔係慢中中咁樣喺度鬥字數。第二種，升中6，日校教得慢，卷1都未教晒 ，paper 2更加唔使講。呢一類去中6 elective 衝刺課程 ，paper 2其實範圍好細，題型炒嚟炒去都係嗰啲，仲每年都會有死背題，所以呢啲部分嘅分數唔好最後因為學得遲冇時間操而喪失咗。9月開始追，然後搏地獄操卷班學卷1嘅題型，絕對夠時間。最後一種應該係最絕望嘅一種，眼見學校 banding 唔太好，又讀中文卷，然之後而家準備升中6啦，但係其實中4、中5好多嘢都仲未明，仲未識，好多都唔記得咗。呢一種我哋揾4衝5保底狂追課程見，用7個月嘅時間，有系統咁樣幫你追翻卷1絕大部分重點嘅 topic，除係除少少噶啦，但係你想唔想谷底反彈啊？想啊嘛，上堂見。我上一年大部分嘅學生都唔係名校學生，但係佢哋冇自暴自棄，一樣跟足我，最後有唔少都係成為咗全校唯一奪星。保底班嘅1上4有，3上5都有，學校你冇得揀，但係溫書方法補習老師你有得揀，唔好諗啦，即刻去我 IG bio link 嗰度報名啦，我哋9月上堂見，有啲咩隨時問我。